初暗部学校搬切骨头，大早办公室就乱吵吵，家嘅同事嘅头像全翘开来咧，地度嘅钱本人头青青，我杀杀来去，像唔是数嘅头像，本本还是暗乱。学生叫嘅判存钱，我难时带进去，刷手切到师傅下。好得冇本佢睇走，怕係我頭上冇數，切骨看唔上眼，也係時間付唔出，就冇變到。呢時節聽到李先生一速速講，喊個冇爭得，我手按hết，喊要發吐翹過來，從細喺度撞下，睇門都唔是數過。也唔是本切骨頭過，阿爸總係講，我卡冇乜嘅要緊嘅東西，即個講撞頭要錢，隔壁要錢，係講切骨而來，一當機唔吃。雖然講放君子不放小人，本頭踢跳、踢蟲、踢門，太數等到晒老七家收起來。檢查發生意外，就死冇命嘞。請問切骨樣板對作者嘅頭像明唔上眼？請問小偷為什麼看不上作者的抽屜？該下下呢樣嘞，題目嘅先後是後，下呢做嘅先答頭像冇數。作者認為。檢理下嘅人，留切家收起來嘅理由係乜嘢？作者認為，現在的人把自家鎖起來的理由是什麼？答案係是求一則心愛。作者嘅阿爸在撞下，認為唔驚人頭呢？作者的父親住在鄉下，為什麼不怕人偷呢？答案係呢位寫熱。大房甲表拎啥？大家有想匆忙。介紹完聽力測驗的單句理解、對話理解、篇章理解後，大家對聽力測驗就有了一個完整的概念了。有沒有發現，這三種類型要拿高分的方法其實是相當接近的，就是要先理解每個選項的意思，再用心聽文章及題目，最後就可以透過文章的線索選出正確的答案。